后礼拜就是母亲节，陆委会海基会是邀请到40多位中国太太做伙来庆祝，嘛搁再说明着最近引起争议的补交失去原籍证明的政策。现场的中国太太嘛表示讲，袂少人报警，确实是拢拄到问题，希望未来政府会当先来举办说明会。 带囡仔配偶小庄正的来参加母亲节前，陆委会海基会邀请40多位陆配参加欢庆活动。陆委会主委曲水正形容海陆两会甲内政部移民署是互陆配会当伫台湾安居乐业的三大马车，也特别搁再说明最近所推出的陆配补交丧失原籍证明的政策。面对问题，我们扛起责任。 我们负责到底，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协助大家。只要跟我们的3驾马车讲，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困境，都告诉我们。陆委会会做陆配的靠山，若是拄到相关的困难，拢会斗3工尽力解决。也有陆配坦白讲，袂少人报警有拄到各种的问题，希望未来若是有类似的状况，政府会当先举办说明会。10几年没回去，父母亲也不在了，就是比较偏僻嘛。 都没有什么人了啊，他也不知道要去找谁，回去也没地方住，在各个地方开一些说明会，让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要怎么样来办这件事情。面对反映的声音，陆委会进前公布6种会当签保证代替的情况，也加3类会当申请然后去大陆办理的条件。 内政部是讲，目前已经有收到1200多件申请，会赶紧审查，也是协助个案来处理。去年663啦，然后延后的有大概200多嘛，合起来大概900，合起来大概900左右。那另外的有300位，他们是在拒绝的过程里面，我们还要再厘清他的资格跟负责。在台湾，多数的陆配家庭。 其实他选择留在台湾，就认同台湾这块土地，所以希望社会也不要因此这样误认为说是不是所有陆配都会有类似的言论和想法。海基会嘛，搁再呼吁社会各界无应该因为少数陆配极端的案例，对全台湾36万的陆配打票头，也是有轻视的行为，强调会持续为陆配做更较好的服务甲关怀。公视新闻采访报道。